一首歌，呢一首歌我覺得一定要佢喺我隔離唱㗎嘛。Let's go。鼓掌一到夜，原地一起，逃得出這角落，世上亦無慈悲。求交吧，觀眾眼神為兇手打氣，無法自救是你不爭氣。即使不想這種負能量由一邊強，都不要為旁人自強凌弱轉向。他怎麼欺壓你，連前你至愛的人，永遠找到那出口方向。前往是狂學，抬望太陽，就做在下。人生本漂亮，孤軍作戰，無望這個我與你合唱。歌語大，死神與死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俾啲掌聲先啊！我哋呢排排舞啊，係點啊？我哋呢排排舞，唔係等陣，而家係姜濤 A 定姜濤 B？我應該同邊一個即係諗下點樣傾偈啊嘛？而家冇所謂啦，而家冇所謂，而家係姜濤姜 C 咯。其實姜濤 A 同姜濤 B 都係姜濤啫。即係我身為一個雙子座，就想話俾你聽，其實即係我都有兩個自己喺入邊嘅。咁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嘅，咁但係應該係兩個人一齊去合力保護你，所以係冇問題。我會啊，係啊，咁就啱啱嗰隻，而家變咗我主持啦。我覺得可以。呢排嘅興趣就中意咗傾偈。係咯。咪講笑。
我都要多謝你即係揀咗你要倔強呢一隻歌嘅，同埋喺你嘅 show 之前出咗俾大家聽。但我個問題都想問，點解即係4年後先出咧？因為你4年好似你過幾日2026啦。有嘛？係啊。我覺得唔係講真，你一寫俾我呢首歌嘅時候，其實我已經知道我一定會出，係，但係我一直想揾一個最適合佢嘅時候，係因為我又唔想佢係一首情歌，因為我聽嘅時候，我相信唔係咁簡單嘅，我覺得係仲有啲最 deep 嘅嘢上，所以我覺得要等姜濤 A 同姜濤 B 佢溝通完之後，咁佢先至可以有個最合適嘅 timing。我覺得今年就係呢一個 timing。完全 OK， 完全 OK。我可唔可以出去睇下？出去睇咯，介紹下啊嘛。嗱呢一區咧，就 fans 嚟嘅呢一區我哋今次個台咧，就以岩石咗呢個呢一個設計啦，係啦。咁觀眾咧就會見到有呢個270度嘅 video wall 啦。我有睇到你喎。有睇到你喎？好靚啊！好靚係咪？要唔要現場俾你再擺一次起圍啊嘛？點可以睇？唔係講下笑。過咗啦。唔使。OK。係咯，都差唔多係咁啦，就係。仲有啲咩想傾啊？仲有啲咩想傾啊？有首歌好想唱咯，有一首我好中意嘅歌。其實我想講真係，你嗰啲歌嘅點擊率我真係有份幫嘅真係，因為我忍唔住，我真係好成日都聽。大家咁話？大家話係咯。你揀嘅喎，我揀㗎。你真係中意嘅，真心。真係中意。我有幾個朋友喺度話咩？姜濤你今晚演唱會啊？係咪Ian做嘉賓啊？Ian啊，我可唔可以上嚟睇？之前8場都唔係呢場。唔係，佢想睇你尾場啫。係啊。OK，多謝你幫我解釋。尷尬，我睇一睇歌詞。無數次多個呼喊和嘆息，唱錯，迷失了我苦惱忐忑，纏住我只有瑣碎記憶，卻竟得到你呼應，唯一想留一天與你喘息，無聲的和虛的。懷中有你讓劇真暫停，平靜裏安躺，棲身一抹暖光，遊入了思海，看日落天荒。悠悠一刻抬頭星空，萬象綻放，如聽到我有種向往。其實我只想棲身。無數出口，心聲可以釋放，曾是多個苦惱，卻是你留住得一天也奈何。無數錯或對，嘲笑和對比。說痛不過心死，唯獨有一剎把我勾起，似一種永遠的你。唯一想留一天與你喘息，由衷的真心的，平靜裏安躺，棲身一抹暖光，遊入了思海，看日落天荒。悠悠一刻抬頭星空，萬象綻放，如聽到我有種向往。其實我只想棲身一抹暖光，無說出口，心聲可以釋放。
盡暖光，蕩進思海，看日落天荒。悠悠一刻抬頭，星空萬丈綻放，忘記舊年華，一直對望。是我只想找到這線曙光，願你多想向我心裏探訪。回頭沒法小看，當我別迷信，留住得一天也內看。係㗎，好啦，OK，會嚟排舞㗎啦。聽日見，多謝依啊！